我成日都話，由0歲去到12歲係需要接受呢個父母嘅滋養，而令到你得以成長。12歲之後去到18歲，你係必定需要抗逆父母，從中能夠得到獨立人格而成長。就係你喺你嘅成長階段冇經歷過叛逆時期，你好聽話好乖。但係當你成長咗，你嘅叛逆時期就嚟得遲少少，一般係23歲之後。到你長大有能力啦，你就嚟叛逆。嗰陣時，你到廿幾30歲先開始反對父母。第二種朋友就係你喺10幾歲會出現叛逆期，阿媽講乜都必定係唱反調嘅，你呼吸都係錯。跟住你經歷咗個美麗嘅叛逆期之後，你廿幾歲就唔會再玩呢個遊戲啦。到第三種啦，嗰啲通常都係神一般嘅降世嘅，即係我唔需要呢啲經歷嘅，我本來自帶成熟。如果今日你唔能夠同新世代溝通，我唔明白佢哋點解咁冇責任心，點解咁識得計算，點解要計得咁清楚？點解6點鐘準時就要收工，唔可以加班1分鐘？點解佢夜晚唔會接聽公司事情嘅電話？點解佢唔會諗父母有幾困難？如果你唔能夠同新世代溝通嘅話，好對唔住，係因為你冇經歷過叛逆期，你冇經歷過佢哋可以經歷嗰個階段，你唔能夠做自己真正想做嘅嘢，你嘅內在小孩5、6、7歲，所以你唔能夠，你會困難理解究竟點解佢哋要咁樣。